報告提出完善輸入勞工計劃，保障本地人就業，包括嚴格執行本地同輸入勞工2:1嘅比例，唔能夠再連同公司內其他工種總人數嚟到計算。不過措施只係針對侍應同初級廚師，點解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施政報告只係針對2個工種做調整，有工會表示失望，認為建造業等唔同行業嘅工人亦都面對失業同開工不足等嘅情況。政府就解釋，侍應同初級廚師輸入勞工嘅數目最多，所以針對性作出調整，係咪足夠呢？華哥做咗紮鐵工人好多年，疫情前市況好，佢收入都相當唔錯。但近年本港工程量大減，同一時間政府推行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華哥話好多工友而家都開工不足。呢2個禮拜啊，我琴日都係開咗半工，因為都話唔夠嘢做。有啲伙計直頭係上個星期成個禮拜冇開咗工，嗰個情況真係好惡劣。工作個制度呢，我覺得落後啊！我哋到今日都係用日薪工資嗰個結算，但係而家個情況係地盤都唔夠啦，冇 A、B、C， 只有 A， 而全部人有 A、B、C 3個盤嘅人都要匯喺 A 度。佢話而家建築工人普遍以散工嘅形式工作，過往工作量多嘅時候冇大問題，不過而家唔少工友都希望轉全職，有更大保障。三跑佢個情況已經係好惡劣嘅，咁佢嗰個地盤人手非常之多，咁佢哋又係人多過工作啦。咁佢哋本地人呢，即係我攞個比喻啦，有100人嘅本地人，有50人呢就開135，另外嗰50呢就開246，而當中其他剩低嘅外勞1、2、3、4、5、6都開工，咁點樣2:1呢？如果我哋長高嘅話，起碼我見咗工，我唔使擔心啊，我可能做幾日就冇啦，要俾人趕走。針對輸入勞工比例，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完善輸入勞工政策。華哥原本好期待，但最終政策冇涵蓋建造業，佢話好失望。我哋啲人走咗出去，依然都係影響緊香港嘅經濟。我點解會咁講？因為我都有好多同事轉咗做保安啊、物流啊、廚房啊、裝修啊。你諗下啦，如果個30歲、40歲嘅人去應徵做保安，咁你仲請唔請啲50歲、60歲咧？事實上都係壓迫緊其他行業嘅就業環境。建造業6至8月嘅失業率係6.9%，但係有商會就認為失業率上升並唔係因為輸入勞工。如果你有一個屋苑咧，又可能由即係投地啊、土地開發啊，對佢建造啦，咁即係可能快嘅都可能要5至8年。如果有啲長期更加可能好多嘅地方嘅整合啊嘅工作都即係超過成10年啦。咁所以咧喺呢度段時間嘅起伏咧，可能一啲啲嘅週期啦，咁可能碰啱做一段時間嗰個週期咧，就係話有啲嘅樓宇已經建好咗嚇，咁但係市道唔好嘅時候咧，就可能銷售放緩咗啦，放緩咗嘅時候咧，咁變咗嗰個嘅勞動投入去嗰段時間，你哋都需求冇咁多咯。近月工會要求叫停輸入勞工計劃，但黎卓斌認為以往建造業難揾到工人，令工資不斷上升，拉高建築成本。輸入勞工長遠有助建造業發展。香港即係整體嗰個嘅人口數字啦，咁其實2年咧就大概我哋叫即係719萬到啦，同之前750萬我都見到30幾萬人嘅，所以喺呢段時間咧，嗰個嘅人口結構係少咗嚇，所以變咗咧亦都如果我哋睇到嚟緊個發展係喺個建築上面都會需要去加強的話咧，咁而呢個嘅高嘅一個嘅勞動成本咧，其實影響嗰個嘅價格咯。咁而整體其實我哋都即係政府都希望啲樓起咗出嚟，佢係一個唔係太高嘅價錢去賣出去，咁如果成本上漲，咁即係亦都好難避免嗰個價錢佢係即係會喺一個高位去推出嚟。除咗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政府2023年亦都推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但係截至上個月，計劃已經接獲300幾宗投訴，包括有僱主輸入勞工之後解僱本地工人。為咗打擊濫用，
施政報告收緊侍應同埋初級廚師申請輸入嘅要求。現行計劃規定，僱主輸入勞工同埋本地工人比例係2:1，即係輸入1個勞工要請2個本地工人。僱主可以用公司唔同嘅工種所有職位嘅數目嚟計算。禮拜四開始，僱主聘請侍應同埋初級廚師，必須要以相關職位嘅人數嚟計算，即係輸入1個勞工要先請到2個本地同工種嘅工人。政府亦都要求延長招聘期，4個禮拜至個禮拜，即係話你證明你請唔到人呢，你要加1半時間，加50%時間，仲要做喺我哋職場招聘，等我哋嘅勞工處人員呢睇住你，因為我哋每一次呢係打返電話俾嗰啲招聘嘅人㗎，佢唔成功咧，我打返問佢嘅有冇濫用。勞工係我非常關心啊，所以要確保本地勞工優先就業，呢個不只是政策，必須執行。但點解只係針對侍應同埋初級廚師2個工種呢？因為呢2個工種呢係佔咗我哋補充人口補充勞工計劃裏邊咧大部分啊，咁佢係最多人。但係喺呢個行業裏邊呢，有啲食肆做得更成功，有啲食肆做得冇咁成功。所以我嘅政策係針對濫用嘅，我要打擊。佢真係有需求嘅，咁我容許佢輸入。否則嚟講，佢嗰間店鋪可能因為唔夠勞工咧，而導致佢要執笠，咁就連本來係冇事嗰啲都失業啦。建造業工會就認為施政報告只針對2個工種做調整，未有顧及其他行業嘅情況，強調以建造業為例，亦都有收緊要求嘅需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係有啲寫字樓嘅員工啦，雖然佢都係前線嘅，咁譬如你申請嗰個即係紮鐵咁樣，咁佢係寫字樓嘅一個文員，或者佢係一啲管工，咁佢應該唔算係即係紮鐵啊嘛。咁我哋覺得就應該嗰個工種就揾翻嗰個工種嘅數量嚟計咧，就會或者係前線嘅一啲真係落手做嗰啲咧嚟做咧，會比較精準啲。隨住建造業失業率上升，周思傑認為政府應該緊貼唔同行業嘅勞工情況，調整輸入勞工嘅政策。我覺得即係政府最緊要咧，就係攞翻啲最新嘅數據，睇睇依家市場上係咪邊啲工種係缺人，邊啲工種係唔缺人。我哋精準咁樣去做咧，我諗對於即係整體嚟講，社會啊或者工友嚟講咧，都係一個保障咯。即係我哋唔會話冇人，亦都唔會話有人冇工做。咁我諗呢啲即係可以做得到，可以調節得到。有學者認為政府冇叫停輸入勞工，係要兼顧整體社會對於勞動力嘅需求。喺護老院真係唔夠人去做，但如果冇呢個外勞嘅一個提供嘅時候咧，咁佢哋亦都得唔到呢個服務啦，同埋服務嗰個水平或者都會下降啦。所以即係如果有呢一方面嘅時候，你係真係確保咗真係唔夠啦，咁然後我哋有機會用一個合理嗰個價錢能夠請到即係能夠一啲外勞去補充我哋嘅勞動力嘅時候，咁係一件好事喎。葉兆輝認為政府推出政策之後，亦需要考慮唔同行業嘅落實情況。如果我哋一方面又話唔夠工人，但係仍然有6-7% 人係冇工做嘅時候，咁我哋要解決咗呢個樽頸同埋個障礙係喺邊度咯？其實亦都係需要做多啲嗰個研究，多啲理解點解你特別缺人，點解嗰度仲有6% 嗰個失業率，係因為你俾個待遇低，或者係其他不同嘅原因，令到本來喺而家喺本地嗰個勞動力唔可以帶翻佢出嚟呢？上縣中菜廳輸入勞工之後解僱本地勞工，經調查之後，上個月俾勞工處行政制裁。葉兆輝認為政府收緊措施之餘，亦都要加強巡查。如果僱主真係要咁做嘅時候，佢都用好多方法。咁即係點樣係令到依班即係少數嘅僱主，如果佢用咁嘅方法嘅時候咧，係應該係受到懲罰咧，咁就令到即係唔好，即係佢哋能夠喺一個法律嘅框架裏面去有啲即係窿窿罅罅，咁然後以致到咧本地工人就業嗰個機會係被減少。
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拜拜。